两江平。
苏王子众人护将虎巴兰参见万岁。不用多礼，今日特别为你摆下接风酒宴，你就快快你去吧。多谢万岁。公平，今日朝中为了一位贵客，乃是重视臣的来也从严，提来拜访各位爱卿了。在下乃是姑苏王子，提来见过各位太人一回，请。好酒量啊！请。哈哈哈！看姑苏王子上来相貌堂堂，面仪之见，气势凌人，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啊！其实此拜姑苏王子能得来到我国，乃是众爱卿所见真应先，体为两块联姻来了。众爱卿，依你调来看，我的凤仪公主老吉可有匹配呀？分明是天梯神兽，龙彩五傲啊！哦，可是当真？恭喜万岁，贺喜万岁！且慢呐！且慢呐！是饮了鬼啦！爱恋饮马，心有一丝该不把命，终身恰把。用天津验证此人呐，敢是其中人呐？臣见过我主万岁，爱卿平身。且万岁。众爱卿，你有一下将来赴宴，王子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为臣有事当我慢来赴宴，
千万岁多多的原谅啊！罢了罢了，众爱卿，当时你所提两国联姻已经，王子已经到来，爱卿快快送出，你我君臣敬他几杯啊！且慢，微臣强将铁军安上靠街。强万岁永生，且去查探一二，那么西家再临未满啊！酒宴之上，爱卿何用以此挂虑呢？强万岁永生，便因一番。好吧，既然众爱卿以此挂虑，就用你向前盘问，但千万不可降下了他，以免有失太体呀。遵旨，太老神塔前看来。姑苏王子众人见过总太人，免礼。你讲你就会姑苏王子众人吗？错不改名，汉不改姓，众人便是爱，爱便是众人。错了，何错之有啊？亲前。我也有许多姑苏吹功，有钱木主看到姑苏王总是神。你讲你是总是神的那爷用把你两只呀，一起来就莫想抢啊！他人言之差了，那有大啥个之意？听准抢父王，爱个面是抢母后，身材体格。是抢父王啊！你讲你姑苏王的那爷给俺来抢告你，你父母一腔共有几多的旨意呀？爱父王母后，但生我此计啊！有错了，何错之有啊？就我说的，总是生一腔共有一对之意，你用办公，但生你此计，也其中有假。且慢，唔爱侦查，还有一计雄中，不过那讲还有一计雄中。你鬼之中还有一个公主可以出家吗？何一个临啊离此？爱再来问你，此番到来是行水路还是行山路啊？嘿，是行山路以来哦。行了几多年呢？行了3年就多。上个故事多才多用，那是行山路啊，最起码要有30天。用办你只行了3年就多，难可讲你天元家不成。文堂三世，出有一个法元良，此人能言善辩，莫非你是法元良伽马王之类人情不成？从天边果然面不喜从，反切的用的爱老貌沉顺，西门盘查其脸表难见。是破机棺材的眼前，
喜寿万岁！此人功法前后都唔错，其中非诈便是我。何以见得？他从兄弟功不明，三路行体功不勤，说我把出奸诈不起，一查一错是内有隐情，老夫能团天，此人非众人那黑身团天，其系生死所盼，你让我应干嘛妄自主用上进，一家乱真是难有给请问。总太人啊！I 还要花还蛮讲完啊！哦，中英王子还要花蛮讲完啊！准子，哎呀，万岁呀！万岁！还问谈凤仪公主。美貌天仙，无人能比。看见雄壮将贤，故说老总太人一晚送有雄壮一事。弟弟父王有意联姻，未见美人一面，还身骑快马，连神也个马不停蹄，三步同走连环。三公路，他们总太人怀疑，千万岁做主。错啊！佢讲嘅没有道理。众爱卿，你以此一心，把一归下，有失我国体面。此事寡人我亲身处理，你就归不去吧。老夫准子，傻孟子，你爱。就到后天再应其比吧。啊！总太人啊，下一拜咱登门拜访了。你老爱大点子细呀！